我哋今日會一齊探討兩個星體，呢兩個星體分別係天王星同海王星。我哋之所以會同時研討呢兩個星體，係因為佢哋非常相似，所以透過比較，我哋就可以輕易咁睇到佢哋嘅異同。如果我哋以太陽為中心向外排序嘅話，天王星就係太陽系中排行第7嘅行星，而海王星就係太陽系中排行第8嘅行星。但係如果以體積計算嘅話，天王星就會係太陽系中第3大嘅行星，而海王星就緊隨其後。天王星嘅直徑大約50,724公里，即係大約係地球嘅4倍，而體積大約係地球嘅63倍，質量就係地球嘅15倍。海王星雖然體積略細，但係直徑都接近49,244公里，係地球嘅3.9倍。而海王星嘅體積大約比地球大58倍，至於質量方面，大約係地球嘅17倍。所以我頭先話海王星緊隨其後就係咁解啦。講到相似，兩粒行星唔單止喺質量方面非常相似，其實佢哋嘅外觀都非常相似。但係如果大家喺網上搜尋呢兩個行星嘅圖片嘅時候，大家會發現海王星會比較深色一啲。喺呢一點上，不但我哋普羅大眾會覺得奇怪，就連相關嘅研究人員都覺得好出奇。覺得出奇嘅原因係點解佢哋嘅大氣成分咁相似，但係喺顏色上會咁大分別呢？兩個行星之所以會呈現藍色，係因為兩個行星嘅大氣層都含有豐富嘅甲烷，甲烷會吸收咗可見光中嘅紅色波長，反射出嚟嘅光線就只係剩翻藍色波長，所以我哋就會見到兩個行星都係藍色㗎。咁點解海王星會深色咁多呢？有一位叫歐文嘅研究人員喺《地球物理學研究雜誌》上發表咗一篇研究論文，嘗試解釋呢個現象。根據歐文嘅研究，因為海王星嘅大氣層活動比較活躍，令到甲烷凝結成雪，影響咗對紅色波長嘅吸收，所以令到兩個行星睇上去會有顏色上嘅差異。但係另一個令到兩個行星喺顏色上存在差異嘅原因，竟然係星際太空飛行器嘅問題。拍攝呢兩個行星嘅星際太空飛行器係美國太空總署喺1977年發射嘅航海家2號。航海家2號飛越天王星同埋拍攝照片嘅時間係1986年，但係當航海家2號飛越海王星為海王星拍照嘅時候，已經係1989年。拍攝兩個行星嘅時候用咗唔同嘅色帶。英國大學行星物理學家 Patrick Irwin 於是利用哈伯太空望遠鏡、成像光譜儀同埋歐洲南方天文台甚大望遠鏡嘅多單元光譜探測器，重新處理兩個行星嘅圖像。而家大家喺畫面下方見到嘅就係重新處理嘅圖像。大家可以見到，即使海王星實際比較藍，但係其實佢哋嘅差異唔係好大。兩個星體除咗喺外觀上相似之外，佢哋嘅內部都好相似。兩個星體嘅大氣都係充滿氫氣同甲烷等，而地幔亦即係地函就係由水、甲烷等組成。至於地核就係主要由冰同岩石組成嘅金屬地核。另一方面，由於兩個星體都離太陽好遠，所以佢哋嘅表面溫度都接近-200度。雖然兩個星體好相似，但係佢哋都有唔同嘅地方。其中一個唔同嘅地方就係大氣嘅穩定程度。海王星嘅大氣比較唔穩定，海王星上會出現高氣壓颱風。當中最引人注意嘅就係海王星上嘅大黑斑。不過大家要留意，1989年喺海王星南半球被發現嘅大黑斑已經喺1994年消失咗。之後被發現嘅係喺2016年喺海王星北半球被發現嘅新黑斑，只係同之前嘅黑斑相似啫。佢哋另一個唔同之處就係地軸嘅傾斜角度。天王星嘅地軸傾斜大約97.77度，即係話天王星嘅地軸接近與太陽系平面相同。
但係海王星嘅地軸只係約傾斜28.5度，同地球嘅地軸傾斜度23.26差唔係太多。而且佢哋衛星嘅數目亦都唔相同，海王星有16個衛星，而天王星就有27個衛星。天王星同海王星喺星環上嘅數目亦都唔相同，天王星已經被識別嘅星環有13個，而海王星已經被識別嘅星環就只有5個。所以正如我喺影片開頭咁講，天王星與海王星有好多相似嘅地方，但係亦有唔少不同之處。但係大眾都係習慣以姊妹星去形容佢哋。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。